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聽12月天機斗數數據論恆指。今日香港發生咗一件好嚴重嘅事，咁好多人都會好唔開心。咁我自己都有諗過，會唔會需要可能停咗，唔好講股市，唔好講樓市。咁但係我覺得大家都會繼續工作，大家都要繼續食飯。身邊有人出現問題，如果我哋投資係有獲利嘅，我哋盡力去幫佢哋。我覺得個情況就係咁。咁嚟緊12月呢，本身進入農曆11月我係睇好，但係我啱啱數一數咗日子咧，我發覺咧就少少問題，咁我跟住咧分析咗個故事，跟住先再去講。今日恆指喺25,858點收市，咁對比於喺上個月最後一日嘅話咧，其實整體嚟講咧，成個月累積跌咗47點嘅啫，即係等同於冇波幅嘅。但係有一件事係真係好明顯嘅，就係科指。咁我一路都講攞25,800點嘅定位嚟睇個科指嗰件事。咁原來第一次上升市嘅科指喺呢個點數裏邊係大約係已經去到6300點㗎啦。咁第二次再挫落嚟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已經去咗5800點。今次去到25,800咧係5599，即係5600點。科指不停嚟走資。咁但係正常嚟講喺呢一個市道嚟講咧，我自己個人覺得咧，農曆8月冇一個大跌市，未必將來跟住都會係大跌市。但係咧啱啱咧發生咗事件就係咩咧？就係連續4日上26,000點都插翻落嚟，唔喺26,000點樓上收市。咁我之前有講過呢個月咧有3日嘅雙黑日。咁雙黑日裏邊包括咗其中一日就係11月嘅28，跟住就係12月8號同埋12月嘅18號。呢3日如果係大跌市就會出現問題。咁起碼今日係冇大跌市，冇一個嚴重嘅大危機發生嘅。咁但係喺整個11月裏邊嚟講，完結咧，我自己覺得咧12月嘅頭段咧應該都仲要摸多一次底先可以上升嘅。即係話如果而家升最健康嘅升市，應該係要摸多一次25,100反彈先係作企穩咗，跟住反彈，咁嗰個位先係最好。咁即係話，如果而家直接係升市嘅話咧，可能個升市嘅位咧都係好弱嘅，所以應該要再插一插個底，建立個底，建立得好啲嘅。咁啱啱講咗12月裏邊有啲咩問題咧？嗱，我哋咧如果係農曆嘅10月嘅完結咧，就係12月19號嘅呢一個咧，其實係一個叫雙破月，亦都係一啲劫月或者叫公關災難月。咁而我哋喺12月19號完呢個月之後咧，由20號至31號咧就係農曆11月，亦都係我睇嘅升市月。但係問題睇個升市月裏邊最重要係咩咧？原來最好嘅升市日咧就係25號同26號喎，但係唔好介意兩日聖誕節嚟嘅，冇市㗎，嗰兩日係冇市㗎。咁變咗喺升市日期裏邊係冇嘅喎，咁變咗跟住落嚟31號都有機會係升市日。嗱，我真係唔記得啦，大家自己諗一諗，究竟12月31號係咪得半日市定係點咧？咁我唔知，嗰日星期三嚟嘅。咁我覺得正常，如果係得半日市都唔會係即係個升嘅市日嚟㗎啦，我估計。咁即係話，就算農曆11月係我心目中嘅升市咧，應該係1月頭開始升市嘅。正常情況咁即係話今個月我自己咁睇，應該低位24,800，高位都應該唔會過27,000點嘅。咁啱啱上試咗一次嘅上試，一路都再升唔穿26,000，先回後升，我睇，但係就暫時嚟睇都唔會升穿27,000點。呢個就係整個12月嗰個情況。咁所以喺後邊嘅升市日我見唔到，而家仲有2日嘅風險嘅叫雙黑日，一日就係12月8號，一日就係12月嘅18號。呢2日雙黑日冇大爆破，冇政治風險危機，個市就係繼續向上升㗎啦。